湾话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一个男女间谈情说爱运用的4句咧。头一趴咱来甲听，讲腹仔好食，鸡尾无；鸭母落水满沉浮，娘仔生水在恁厝。我心无大掩心腹。咱听到娘仔生水，咱就知影讲这是男性的角度伫咧描写。国前捌招你探讨过。4句连人见面，咧讲动物，咧讲草木，咧讲树丛，目的干那一项，要讲道具的尔。眼来看到万事万物，看到腹仔好食，看到鸭母落水，目的重要后壁这2句，这2句咧表示啥？表示讲过去传统社会，查甫查某若行较晚，莫讲牵手，目睭加黏一个，人就议论纷纷啊。所以毋则表明讲娘仔生水在恁厝，你伫恁兜啦。我想要甲你相逢。你行出来，无我看到你，莫讲有才调牵着手，干那咧远远闪一个，我心内嘛欢喜。偏偏生水在恁厝，我敢有才调讲转入去恁厝，我都无带掩身符啊！咱知影，红阳术讲掩身符打落啪，人消失无踪，恁拢无看哈。所以我有法度转去我所爱的人因兜内底甲伊见面，无可能嘛。毋过这个表明一个男性的相思，咱换女性的角度咧，个人今日招你研究，拢是咱台湾歌谣的专家张永明老师收集的4句联。女性的角度，伊讲甲君约束后壁交，官尾拍甲做好头，啥人歹心甲阮讨，5人一面是无够。吼，朋友你甲听。甲君约束一听就知影，讲这是女性的角度，因为就爱去到较压贴、较无人看的所在。黄昏后，咱来后壁交，无吼，你静当中，咱安尼行较晚的，人就饲母饲厝啊。我甲你讲，咱约伫咧迄个官真呐吼，有一丛官尾我有甲拍干，结果到黄昏后的时阵啊，咱有拍干，毋知倒一个足热的囡仔甲偷掉啦。囡仔热就生成的，毋过你敢知？你敢知影讲你做即款的动作是误着我的姻缘？所以讲啥人歹心甲阮讨，5人姻缘是无够。过去的4句联，过去男女间谈情说爱，用台湾话编4句真艺术的内容。